进前国内疫情当咧严重的时阵，境外学生入境专案先来暂停，有真侪无居留性的境外生是无法度入来台湾读册的。甚至教育部要送新的入境专案予指挥中心，不过目前还阁当咧讨论。境外生权益团体今仔日来到教育部外口来召开记者会，讲这个境外生的专案听说伤过麻烦，希望会当来改善。打出家己做的登记证，顶悬收集无法度入境的境外生心声。前一阵疫情严重，境外生的专案入境是暂停，造成无居留证的中国学生、境外新生等等要入来台湾是真无简单。已经把我们境外生的专案入境专案，在8月12号。已经送到 CECC。基本上要开放这个方向是已经定了。那但是有相关的细节，当然还要把它谈妥来。虽然指挥中心讲要开放，不过境外生权益小组指出，专案入境有一寡程序要经过学校、教育部2摆的查检，因认为经过2摆的过程，时间会较收过头长。他要订这个防疫旅馆，跟学校报备，然后学校要再跟教育部那边做一轮入境批文的许可。那我们其实希望说，教育部可以尽量将这个责任的归属给予学校，让学校进行这样的查核。那教育部其实只要做一个抽查和监督的职位就可以了。申请手续的话，就根据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边境的一个管制那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序。那至于在学校里面相关的程序，那可能就是教育部做相关的规定。教育部讲，相关的规定是要看国内外疫情发展，也有国内防疫能力来订定。专案入境程序因为Delta病毒的关系，指挥中心嘛有较要求，专案要做修改，要考量的角度是真侪。记者郭北君、陈派文台北报道。